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第1节，几日后，耶稣搁去迦百农，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聚集活来，线拢无空位，连门口都无。耶稣对因咧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多，袂当跟去到耶稣的面前。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疼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累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底议论：即个人哪会安尼讲？伊在亵渎上帝，独一个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内心随时知影因安尼在议论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底质问即个代志？对半身不遂的人讲：你的罪赦免啦，也是讲起来举你的床铺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铺，转去恁兜。伊就起来，随时举伊的床铺，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。众人拢大着惊，规用光互上帝讲：阮前到今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